别鸡巴跟我扯淡，我就要看的是你爱不爱身边的人。如果说你跟父母关系没处好，有一半的关系是父母不是人，那还则罢了，因为你不能选，爱人是你自己选。这世界上你身边只有3类人：父母、爱人和子女。你身边真正陪你走完人生全过程的只有这3种人。你现在没有子女可言，父母已经考砸了，现在爱人摆在面前，他需要你帮手的时候，你居然说要走，你朋友劝分，你他妈什么朋友？一辈子不要交这个朋友，这他妈是什么朋友？这个鸡巴是他妈害你的傻逼闺蜜，是不是？是不是一个大自私鬼？那个闺蜜永远不要跟这种人来往，因为哪一天你得了癌症，他也不理你，明白吗？你他妈遇了难想跟他借钱，他他妈会像火箭一样跑掉。